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斟酌。台语安尼写，斟酌。做事小心谨慎，台语讲斟酌。伊做代志真斟酌，这个活动交代予伊，绝对妥当，无问题。你嘛较斟酌咧，唔通遐尼啊老跋、落三落四。考虑事情很详细，台语嘛讲斟酌。这件代志牵连真侪人，你爱想好斟酌才决定。要送阿公80岁大寿的礼物，是阮这阵孙仔斟酌挑选的。再来，特别专心做某件事，台语嘛讲斟酌。老师咧教课，都爱斟酌听、斟酌看，听无看无都爱问，安尼功课才会进步。前辈咧分享经验，迄拢是宝贵的智慧，都爱耳孔也来斟酌听。斟酌的斟，有一个音停。像添茶、添酒，你去添一杯茶来，互阿嬷食药啊！伊真熬添麦仔酒，拢拄拄啊好添到甜，麦仔酒泡拢袂溢出来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斟酌，实在真趣味。